再来看台南的消息，台南市议员林彦竹伫议会也了讲讲环保局前机要秘书立委林义景的这个小弟林玉中，为了超人事，敲电话用3字经等等的这个歹听话，骂环保局的女员工。前后共有6分钟，佮讲若是要歹看，就叫市长来甲你输赢，或者女员工惊甲伫面前打出不自杀的声明，批评这个林玉中重视欺人。针对这点，环保局表示讲，已经请政风处去了解，有人指控这个林玉中表示讲，伊本身的这讲话是无妥当，已经甲这个当事人回失礼。瞧人事，瞧不成哦，开始骂我们的同仁，你哪要歹看？我就叫市长来甲你输赢。台南市议员林彦竹伫咧议会顶也了讲，环保局一个查某员工叫人骂歹听话，骂要6分外钟，嘛讲这个讲骂就是环保局前机要秘书，嘛是这人小弟。林怡景的弟弟就是挂号绰号叫做蚂蚱，都是骂女性的生殖器官。不要因为姐姐是立法委员。然后呢，就用这种手段。Q 妹查某员工伫咧人面前抛出未自杀的声明，讲家己一直互呛声要输赢，互伊感觉真惊吓。尾仔对方阁讲家己会来互偷用，惊真无辜。Q 指控林玉中嘛出面回失礼。在与王小姐的沟通过程中，因为我出言不逊，造成王小姐的不舒服，伤害了同事的情谊。我对王小姐感到非常抱歉。不过环保局嘛讲会介入处理，因为我当时开会在里面开会，他坐在外面，我是有听到声音稍微大声一点但是我不晓得内容。同时呢，我请我们的政风来了解。台南市政府依法行政，不容所谓的乔人事，也绝对会捍卫市府员工的尊严。敢若是为着要乔人事，林玉中防指控用歹听话甲女性骂，政府单位今嘛会介入调查。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